自2026年7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行过灵命的帝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纪上卷19章第10到21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《列王纪上卷第19章。亚哈将以利亚所做一切的事，甲伊用刀杀死巴力所有先知的代志，拢甲亚西庇讲。亚西庇就派使者去甲以利亚讲：明仔载这个时，我若无处理的性命，亲像你处因逐个人的性命，愿神明加倍责罚我。以利亚惊着，就赶紧逃命，来到犹大的别是巴，将仆人留伫遐。伊家己伫旷野行一日，来到一丛路顶树骹，就坐伫遐求死，讲：到野啦，上主啊，呾求你赐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强。伊就倒伫路顶树骹困去。有天使来答伊讲：起来食。以利亚一个看到头壳边有用热的石头烘的饼，阁有一盘水，伊就食就啉，阁倒落去困。上主的使者第二遍阁来甲答讲：起来食，因为路还真远。伊就起来食，起来啉，靠即遍食的力，行40暝40日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伊到遐入去一个洞，伫遐过暝。忽然，上主的话临到伊，对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伫创啥物？伊应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还孝顺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出来徛踮山顶，伫我的面前。迄时，上主经过，伫伊面前有大阁强的风，山崩照你。毋过上主无伫风的内面。风了后有地动，上主嘛无伫地动的中间。地动了后有火，上主嘛无伫火中。火了后有碎搁轻的声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衫黄面出去徛伫洞口。忽然有声临到伊讲：以利亚，你伫遮伫创啥物？伊讲：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去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个，因还孝顺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上主甲伊讲：你去，照原路倒去，去大马士革的旷野。到遐了后，就用油抹哈实做叙利亚王，抹宁示的孙耶户做以色列王，阁抹亚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囝以利沙做先知线接你。将来无互哈实杀死的，会互耶户杀死；无互耶户杀死的，会互以利沙杀死。总是我伫以色列中有留7000人，因的脚头污，毋捌跪拜巴力，毋捌用喙甲针。以利亚就离开遐，后来找到沙法的囝以利沙。以利沙拄伫犁田，伫伊的头前有12对牛，伊家己赶第12对。以利亚经过遐，将家己的外衫披伫以利沙的身上。以利沙就将遐个牛放地，走去入以利亚，对伊讲：请互我大先甲我的爸母3时，后来就来缀你。以利亚甲伊讲：你通倒去，就会记得我有对你做啥物。以利沙就对遐倒去。
杀一对牛，用套牛的器躯做茶煮肉，互众人食。后来伊丽莎就起来缀伊利亚服侍伊，行过灵命的帝国，兼具牧者心理咨询师身份的将的产妇，伫突破服侍冠态册中指出，造成到目当工亚难的原因，包括永远做袂完的代志、付出甲收获袂成比例、工作无成效、受期待的公众形象等。其中服侍失败是上容易缀倒到无当工的最后一支稻草。先天伊利亚拄出现这种服侍亚难，伊则伫加密山完成一个成功的服侍，随即因着亚西庇的恐吓逃走，充满挫败感，甚至想要死咧。甲之前的信心十足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但是上帝并未应允伊利亚的求死，反倒差遣天使供应伊，所以伊重新得力了后，就直接前往何烈山。上主伫山顶两遍问伊利亚讲：“你伫遮咧创啥物？”伊拢回答：“我为着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大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，毁坏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你的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个。因还笑想我的性命，要杀我。”失败感互伊利亚误以为只剩伊一人敬畏上主。伊利亚虽然专心听上主，但是伊的所行无尽然拢是上主吩咐的。伊杀死巴力先知的作为，引起亚西庇的愤怒，进而追杀伊，互伊陷入危机。伊利亚却向上主发出“只有剩我一个”的心声。袂输只有剩伊一人在服侍上主。相反，面对亚西庇的恶势力，俄巴底甲上主的先知唱点恫吓，搁供应因饮食。若是伊利亚却聚焦点只有剩我一个的愤恨情绪，上主伫山顶显现回应伊利亚。伊伫世间的工作远超过任何人付出的努力。上主通借着逐种人，甚至外邦人来做代志。搁较重要的是，伊绝对袂互伊的仆人上演独脚戏，甲悖逆的世代孤军奋战。伊像是老7,000人成做迄个时代的良知。撒母耳指出，造成服侍亚难的外部因素虽然多，但是也有到目当工内在稳重的自我中心所造成的问题。只有承认家己的软弱甲限制，才会当避免不断内耗，致使无法度暂停调整家己。亚难其实会发生伫各行各业的工作上。上主对伊利亚的回应，要咱知晓安怎对情绪记录者做出体贴的回应。伊利亚虽然身踮何烈山，上帝的圣山顶面，心灵却处踮低谷中。上主犹原接纳佮允许伊利亚抒发负面的情绪。你伫遮伫创啥物？这句话，上主毋是指责，是关心。接续，上主搁再
赋予以亚新的任务，吩咐伊去抹入哈实做叙利亚王，抹入耶户做以色列王，佮抹入以利沙接替伊做先知，互伊不忘使命。灵命的结局会当真侪人拄着上主的所在，遐有上主的陪伴甲关心。经过灵命结局的先知以利亚，终于完成上主赏赐伊的使命。相款的，经过灵命结局的咱，也通谦卑完成上主交付的使命。默想，我捌伫服侍也是工作顶面也咱无？为甚物？我捌伫服侍也是工作顶面也咱无？为甚物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慈悲怜悯人的上帝，服侍是充满挑战的道路。当我行伫低谷的时，求你帮赞安慰，引带我行出困境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